其实我们从应该说2年前是很久很久就已经预约了那因为疫情关系就一直没有进行。那今年终于呢疫情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就赶快趁这个光辉的10月赶快办这一场。那像今天明天呢，我共要办四个场次的活动，所以呢从早上到晚上我很开心其实柯老师的作品都是充满那种，因为我太太也是安平人，跟他一起的所以我很了解那个安平人的那种他们生活的那个味道很坚持，然后其实很平易近人，然后很实在为客情刮来，所以你看他的诗里面其实充满生活化的，就生活化所以那等一下呢其实大家可以去。也许可以请大家带大家练一次，哇，应该真好胜啊嘞我想我来卖讲太多主要呢也是说可以来分享老师的新书然后呢咱很平嘛，咱卖钱阮特别85折，323块，3块免，320块就好。主要呢是要签名，我等爱卖一本，爱互你签者。好，咱现在就以从热烈掌声，咱来欢迎柯老师表演分享，感谢。真多谢吴大哥大哥，大哥，讲起来我就较有气有吴大哥你们比我介绍尤其是因太太是甲我明志姐甲我同款拢是台南安平人，今仔日真感动嘛是心切因为我这本诗集2当前就出版啦，所以因为迄阵我大哥伊有咧讲我就想要办一场到迄阵疫情的关系当时伫台中也有伫咧台湾大站迄搭有办一场，迄阵就有办一场，迄是一个监狱小组啦，一个监狱小组因为我算精神人因替我放今仔日来分享这本距离开始食字这是伫个我2当前出的2当前5月出的册啦我伫要讲进前我要感谢一寡朋友，这个朋友实在咱对较远的了解起来你对者，赖主席伊的对阮援助我囝安尼过来安尼真感动安尼。赖主席伊安那呢？伫中书台嘛中书台安尼读实事安尼迄阵我也过去因遐伊就咧讲，伊是遐自闭的自闭的相关足专业啦安尼就来讲都拢写袂过，写几钟拢写袂过就问总算过这个也恭喜实事读几钟是讲伊的专业已经比因的教授搁我悬一坎OK。来是咱附近的咱就近的台中的部分，搁毕书杰毕书杰伊是对台中过来搁人较过然后秀英秀英是伊住在前镇算上近的过来较头前这是瑞敦，因这种诗意人生就是罗汉秀老师伊迄阵所放的诗意人生来头前这3位美女这3位美女是咱静宜大学中文系的3位美女就是当境界出管迄个境界境界教授，我叫境界兄啦伊是后界讲有要写一寡社会议题，我想要采访推荐我。今仔日下晡4点半我就来伫遮清水散步遮就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听讲一个因这种雅士伯的一个雅翁一个雅轩你这雅啥
丙荣，啊，听讲两个拢台南人，啊一个婚姻，哦袂歹，台语拢婚姻管得较好，台南种，我家己会过乡的哦，说台语多小可走前去安尼，来，啊过来，用这雅文，这是我台语诗创作，台语诗创作的学员，哦，伊住伫沙鹿，足优秀的，即摆嘛是伫咧静宜大学咧读册啦吼。学书对无？大文所的学书，恁拢爱叫学姐，恁应该是学姐，你嘛爱叫学姐。我后边仔出去学，咱学你啥？咱大哥是，这我就较无识。这叫。水在咧望族。哦。清水就是姓蔡、姓尤、姓王，啊无姓吴，这样足大姓，伊就是人世家就对啊。好。真感谢吼，来遮听我讲台语诗吼 ，OK。安尼，即马种即个了了去，景景伊嘛是静宜大学的吼，伊也对我学写台语诗，伊嘛是4年的吼，伊是台文系的。今仔特别伊也来，我替麻烦伊替我长进啦吼，安尼替我录影。算到要做一个记录吧，我会甲我所有演讲过吼，拢录影起来，看以后咱出一个专辑的，规体每四支拢是我演讲的部分安尼，希望讲以后过咱学拍字幕安尼，搞字幕，无有时咧讲吼。会介清啊，咧讲虽然讲听我无拍字无出来吼，咧听吼，经过录影过的声音吼，拢有，好来，安尼，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小介一下，来，我台南市的，我安平人安平人甲明子姐是共庄仔的1995年生，所以即摆嘛差不多要60啊，要60啊。较早咯，少年时阵啦，海峡浪动啦，咧甲人咧乌白浪过人生过甲咧不得不切，因为犯着抢劫，中途做，入去内底啊拐过2遍，拐过2遍拢是中途做。即阵抓拐起来将近17单，我对29岁拐到差不多43岁，27岁的款。43岁，差不多人生一个查甫人上届黄金的岁月，我拢伫咧内里度过安尼。拄伫咧第二摆入阁的时阵开始感觉生命有一种蜕变，莲花化身啦有一款电头生的迄种机运好运，一寡贵人拢来相助，内底我有参加南港的，我南港南港的唱团，一个黄南汉老师伊，一直咧甲我栽培，我对学声甲，我会写台语嘛是因为伊，因为伊的因缘，我开始接触着台语，安尼。2003年我开始学，2005年我才写2首诗去比赛，迄阵是比台南市甲台南县的，就是府城文学奖甲南联文学奖。2首诗拢介好运，头一遍出手，就拢着现代诗的佳作，拢吊车尾着奖。这对一个初咧学写台语的人来讲，是一个足大的鼓励。人讲中奖率100%安尼，头2篇着2篇。对于2005年以后，我就开始每一档我拢会写文章，开始写诗去参加文学奖的比赛，一直到2009年出国，到一直到即摆，到3档前，我所领这个文学奖，嘛差不多有30几个文学奖希望咧讲这算老王卖瓜咧，家己讲的家己。目前全国第1名有得过7遍的全国第1名这也算对我家己有一个，我的人生有一个较无共款的机运安尼。阁有出版过4本诗集，第一本是让我投的春天，迄阵是伫咧内里啊，搁咧赶的时阵，
一个金满出版社伊帮我出，伊就专门出台语册金满出版社嘛是目前咱海洋台语文学中心因即间出版社，伊替我出一本《棉花豆的春天》，迄阵伫个内里伫个家内底出，讲开新册发表会都无简单个，差不多可能全台湾我是第一个，伫个家内底办新册发表的第二本是《赤坎楼情批》，甲第三本内底火金歌是伫个我出到2009年出到去当2009出第二本，10过转年出第三本，种算市政府帮我出的一个是台湾市政府，一个是台湾县政府，伫个即三本内底，我差不多都因为一个初咧学写文章，开始咧学文学的人创作者来讲一定写的身份比上过实施的代志。我迄阵咧关，我上实施就是家学，所以我前三本是80%拢是写家学的内底的代志。所以一寡媒体也咧甲我采访，是名讲甲我号一个叫做监狱诗人，开始铁窗诗人安尼。伫个2009年出稿了，一直到2冬前，将近11冬的时间，我才出第4本诗集。因为毕竟出稿了所面对的生活啦，时间也真个缩短，因为伫个内底，你是做工课，暗时就是家己的时间咱袂去受到搅叉。即阵创作足侪量够侪颠倒是出稿了，量就减少。来讲质度有提悬，因为我伫咧想讲，我要安怎行出一条甲人较无共款的台语诗路，即个诗风格是安那，我一直思考，伫个目前伫个台文界内底，我咧写台语诗，可能也是一看者，人家讲辨识度很高，一看者这歌必用写伊个风格，伊甲人较无共。相信阮即条我家己创作出来独一的即个诗风我嘛希望讲我以后会当改变，一直找新的写法，调整家己安尼OK， 目前我是伫个台南区教高中的，伫个教台语，嘛有伫个线顶，伫线顶教种台语诗的创作，目前已经到第8期的招生专门伫咧招生OK， 即本诗集今天你摕一本即本诗集距离开始是2年出的即本，我内底大部分拢分做差不多5集啦，5集。第一集的部分就是吊顶诗，吊顶诗就是出稿了即11冬所累积的得奖的作品，内底有14首，就是讲我即11冬就对啦对2009一直到3冬前即11冬就过14个文学奖，就过14，就是有得奖的第二集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就是无对啦。讲句无对，万就即11冬所投出去的无对的，我认为讲毋爱阁比别位就甲伊自然就甲发表出来，就是投稿发表出来，内底嘛有11首，内底也有11首。你若看即个比例，毋是讲得奖得14首，安尼无对得11首，人讲获奖率足悬，毋是安尼因为足侪讲故事过转年去比别位有着，所以这是第未来是着顶奖，这是有着的所以并毋是讲比赛文学奖比赛实际是固定的，就是讲你爱阁加一个运气，你写的评审有介意即种写法开始是讲你即届比的有高手你看你即边比的台湾较软骹。你可能你就出线，就较好的心情。即届比的大家拢高手，安尼可能就足拼但运气也是占足大的部分啦第三集是叫做双峰连写，双峰连写伊是一个我开始家己用面册Facebook 了有一个我甲华文界有一个交流
我开始早2007年的时阵，2017啦，2017年的时阵吼，我大量甲我较早写过的台语诗，甲翻做华语，搭起面册，互因去对照。即种是我认为讲即种嘛是一种推销台语的方式，因为看无台语，但讲伊透过华语翻译过来，伊知影意思啊，伊知影意思，我转来看我台语诗的时阵，一寡文字，伊就差不多普晓会着即个安怎念啦。这也是一种推销，所以伫迄阵熟悉，有甲几个华文诗社做一个交流。即个双峰诗社就因的版主，因每一礼拜拢会有一个编一个题目，诗的题目出来，邀请人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写即个诗的题目，写一首诗，所以伫即首，即个系列内底有19首，拢抽题诗20纸内底的题诗，我是唯一一个用台语诗去甲华语诗做一个交流的，因毋若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甲是美国、欧洲，拢有世界各地，你只华人，即个版主以后熟悉，伊就拢会通知安尼，做一遍练习。即嘛是我伫个用台语诗去甲华语诗做一个足好的交流一个推销台语啦，互人知讲台语诗会当是即款的面品，安尼互人看起讲哇，无共款甲因较早。所伫个头壳内所缀的迄种台语诗的写法是较无共款，佫有足侪人台语诗都毋捌看过，伊嘛会当透过即个方式去认捌着台语诗是啥物。第四首叫做《底情诗》底情诗是我的情诗写有够少够少，拄伫个即搭因为我出发了后熟悉一个女朋友熟悉一个。伊是一个舞蹈老师，咧教国标舞的伫个迄阵初甲伊交往的时阵，我开始有写一寡诗送伊。因为我即个女朋友是外省的，台语看无，会晓讲一寡较粗浅的台语尔，所以迄阵我是先写华语的。即首较特别啦，就讲我是先写华语，尾首为着要出册了后时，我较翻做台语的。无我一般一定是先写台语，尾首较翻做华语一集内底拢总有10首真诗写10首足可怜我真诗做学问写啦，应该做学问写。第二即个人生诗就是靠调情四集，所以就我讲佫袂歹，我就把收入来伫个一本诗集内底，当然。11档就对啦，毋若写遐尔，毋若写拢种60首，毋通啦。我就是起落起来讲，会当浮出台仔面的。这嘛是我对家己一个愿望期望就讲，因为写诗写到某一个坎站时阵尤其是我有着过遮尔侪讲奖，我直直对我家己讲，甚至也对我的学生，咧对我学写诗的学生讲，你若到某一个坎站有一个成就一个关岛时阵，你咧写诗就毋通凊彩写诗啦，爱思考一下，你也会控制你即个扛棒，歌笔用即3字的扛棒，你毋好家己去拆家己的扛棒安尼，所以即11档我所写的诗量虽然无侪，但是讲是确实有比前3首较悬，而且悬袂少，跳一步出大步的。因为我接触着个愈侪，接触着台文界，佫以外佫有华文界，咧交流的时阵，对诗的认识会特别较无共款。OK，这是我即本诗集的一寡小解来，我即摆是头前即5集啦，即5集我一集捡2首起来，一集我捡2首，袂收深啊，袂收浅啦。因为我有一阵咧写诗拢要求家己一定爱诗句，尤其台语诗，讲台语诗，较早期因为着要推销即个台语诗，互大家当书写，老百姓拢会当书写，因所写的台语诗会较浅白，
有较压运到无，反正一听听有，较直线，较直线，迄个时代已经过去啊伫1990年以后，后壁佫出来的一寡台语诗人，因写的美学开始有咧要求，自我要求。我是2000年以后较写的伫个台语诗，我伫咧咧学的过程，我免咱跳脱较早遐先辈迄种较讲散文句，较直接的写法，加上即个诗句。所以我有一站，尤其是出到迄站我的诗足歹读，就是每一句拢是诗句，内底拢掺一个物件。一般人咧写像规首诗掺一个主题，掺一个主题，互人去读，讲弦外之音嘛，安尼。我要求我家己每一句拢爱是诗句，每一个点，读的人拢感觉袂歹。真紧，目睭拢紧起来。但讲我即首诗如果是50纸咧，50纸的诗就对。你第一句赞，第二句赞，第三句也赞，20句以后你就转袂起来，因为你的经验度无呀，疲乏啦，连去啊，所以到甚至讲你无耐心看我到尾啊，这是一个先辈甲我建议，讲我的诗毋免要求每一句拢是诗句，有时阵爱加一寡散文句，有时阵直接的，有时阵是间接的，安尼爱落斗起来。所以伫你的诗句的时阵，伊会特别较突出，互人去感受即个诗句的部分所以来，我现在是要讲即首诗人啊，诗人伊是参加阿克秀，阿克秀的文学奖迄阵我有诗，种台语诗的比赛，即摆较少啊。阿克秀伊咧比赛拢是台语诗甲台语小说，加比即两项。即几档就拢无啊。即几档后壁就是儿童绘本，再是儿童故事，用台语写故事。这是迄阵还佫有诗类的时阵，我去参加。阿克秀我得过3遍2遍第一名，1遍第二名，应该是讲1遍第一名啦。即首是第二名，但讲第一名是重缺啦，无第一名，只有第二名。佫一张较早期写的，迄个是得第二名来，诗人，我咧写啥物？我咧写一个散车诗人啊，因为我最近拄出到无偌久一个散车诗人，因要怎去面对生活迄种困苦？但讲伊佫要坚持家己，坚持咧写诗，安尼。内底主题大概是安尼啦，我来念一遍诗人暗受暝抹的幼喙幼喙的早光暗受雾骹流湍金湿，暗受一顺月霾甲灵魂共水，下声向前收煞。望你真眼老的车轮回，用这第一段就是写天光安尼尔，天光出门，就是天光我出门就是用种诗的方式来去想。天光你就想讲暗想昨暝的代志幼喙的早光透早是啥物款？佫有一阵月霾月亮佫还袂去安尼，即个月霾甲咱的灵魂是共水。伊讲是倒退想就是，我希望讲我灵魂会当甲月亮共水诗人就较急，就讲势力较大你咧甲平水，毋是我去甲你平水安尼所以就下声就向前收煞，出门嘛，安尼来第一段讲，拄天开目睭，牵着命运的目头，艺术早着注文目屎的介绍，就算意志安怎使人。日子悠远，甲你缀做人事。伫第二段就是讲，拄天开嘛就生活、衫顿经济就该牵条的所以一个艺术家对吧？确实你若咧舞艺术的人日子拢是痛苦的。所以艺术早着注文目屎的介绍，
你要舞艺术就对啊，你一世人就是伫咧即个艺术内底痛苦，但是讲是物质上的痛苦，你的精神上是足饱满的。哦，即个艺术啊，都是目屎的继续，目屎就是现实的问题嘛，吼，安尼。剃光面离煞看袂着面慢，吼，当然，你的理想遐尼大，啊，你也为着要靠你即个物件去趁钱，你着爱媚俗。啊，你若媚俗了后，你自然艺术感就自然减少，吼，尤其是文学家啦，吼，尤其咧写诗了，阮写一本册，写足久。厚一本册，卖偌济，200-300箍，画家100图，几万安尼卖。啊，所以讲文学家，你若要以箍来算着，文学家算上界，但了伊的投资报酬，伊算上界低，哦，上界低，而且，目前咱台湾介奇怪吼，咱台湾的畅销作家吼，绝对毋是写纯文学的。伊一定是写非文学的，什物两性婚姻的啦、旅游的啦，啊，开始辛苦白听咧，有诶无诶，哦，啊，伊也写纯文学的吼，绝对是，哦，那所以咱国内还阁无迄个纯文学的畅销作家，哦，目前我阁毋捌看过吼，卖了有较好，就讲伊绝对毋是畅销，伊是卖了比一般的文学家吼，文学作品较好尔。伊无可能每一本出来就畅销吼，哦，所以剃光面离就煞看袂着面慢，哦，所以你到底要甲即个面离甲你的理想，要安怎去拿捏？哦，这嘛是做一个艺术家，还是做一个文学家，伊要去考虑的代志。我若要坚持咧艺术性，我可能就一世人艰苦过安尼，吼，哦，摒势咧拖一溪口啊，肥出的腰。每一群剪落，幼虫仔、喙遐，吼，反背地基，是金丹，嘛是蠓仔电牛角，吼，飞出的腰，一个口底过3长啊，一个口啊腰，哦，佫足肥个，飞出的腰，或者叫转品，吼，飞出完全是咧形容是足大颗个，但讲是腰佫足大颗着足腰，即叫转品，吼，雌性互换。转品，啊，所以吼，伊对伊的日子哦，每一群也整落对啦吼，无毋对，有阵地基哦，真仔拢会落来，就讲安那是足沉重的。对诗人本身是足沉重的，但讲对即个世界是蠓仔咧电牛角，无山大的，对即个世界是无啥影响的。哦，啊，所以当生仔面吼，对你伤磕头啦，当生仔面就铜臭味啦，对你伤磕头就是吝啬嘛。所以你趁无钱啊，你会趁无钱，但生仔面对你伤苦头，时沙雪上柳叶治疗的药贴，哦，请轻轻啊听，小小心的心喙为你化休，甲你学咯。哦，即摆直接就是咱咧讲的吼写作文就对了，起承转合直接就开始转啊，转就讲日子歹过啊，才讲安那呢，有人会甲你学咯。诗线写诗的时阵，伊就是会当好来甲你治疗，伊上好的药贴，哦，治疗你即个病，即个上车的病安尼。哦，当命家放弃懊恼，你的困眠是一款高明的离开，亲像老伙人，甲家己的记忆存搭。命家放弃懊恼，就是讲所有的懊恼拢无伫咧我的命家内底，我内底是好的，懊恼我拢无爱啊，我是好的孙。哦，困眠，比如讲困眠就是伊的休息啊，伊是一种高明的离开，家一个离开尔。啊，这离开咱有啥物？咱像老人痴呆症，一个老人失去记忆的时阵，哦，伊就讲袂记起啥物代志，就剩伊家己顾一个，哦，以家己为主，伊头壳内所想的就是家己一个尔，外口的代志伊差不多拢袂记了了。安尼你靠人去创作物件，毋好过去受着外口环境的影响，哦，即个就是咧写者，记忆甲自搭，就是老人痴呆，拢记忆拢无去啦吼。悲伤雪过的风景淡薄仔逼迫，哦，布帘仔拖落，着隔开瓦碎，着听见入世的歌声，迄搭袂阁互三顿压淡。
悲伤出过的风景，开始逼迫，就讲你一个心境啊，开始转起来较乐观、较积极的时阵，遐个悲伤的物件，你自然就袂去想啊，所以你就开始逼开破去，布了你也拖落来，就隔开话说，甲世界无共款，安尼。迄搭会当听着入世的歌声，入世就是讲我家己要家己的处理修行啊，修行的意思，入世是佛教的用词迄搭就是我即摆所在，袂去叫三顿压重，袂去为着三顿来操心八百你想讲哇，后一顿要食啥？身躯拢无钱的时阵，伫咧即个所在，伫咧即个气氛内底，即个环境内底，你是足饱满的来，门关起来，听心散做一首诗。挂伫墙仔角的白仔机，一搭微微的死角，伫咧笑细巴孤单的你。门拢关起来，布遮拖个门拢关起来，伊的听心就是你内底所有的爱心，你会当甲散做一首诗。这叫是讲这是夸饰，你的心是足大嘛，散做一首诗安尼。一个景就是讲，我取一个景监视器，监视器就是白仔机啦，咱讲了白仔机，挂伫壁角，墙仔角个白仔机，伊安那有一个死角，当咧笑啥物？细巴孤单的你就是足孤单，你写这个台语诗写这个诗，白仔机较看会着尔，别人看袂着。监视器，这是算了家己对家己一个期望嘛虽然讲拄出家时阵我的生活袂稳定，工课路也袂稳定，伫迄阵就有心境，我要安怎坚持我写我台语诗这条路，拄啊用种心境来写一首诗人啦，一个善食诗人的心声伊这着2011年叫什么第2名，迄届第2名，但迄届无第1名迄届是重签，所以算是算第1名。迄届有2个第2名呢，所以阮两个拢第2名，两个嘛是拢第1名呢。我伫咧念的过程你若针对任何诗句台语敢是安尼，迄个名念安尼，啥物意思？你会当摕咱举手会当随问，我会当随解说第一首我要绍介是距离开始食味即首是应该是3单前开始4单前，我袂记起来。4单前台南文化奖的台语诗的第1名我咧写阮外公我安平人外公，所以我即摆咧读个遮个物件，可能民族节伊就足了解，伊嘛安平人，所以伊就了解讲内底写啥，拢安平的景伫咧内底我咧写阮外公，阮老母是安平人，我嘛伫安平出世所以我甲阮老母即边较亲，甲阮老爸迄边，阮老爸伊是罗德人，我甲阮爸爸迄边较无遐亲，我甲阮妈妈即边较亲。我写阮外公，阮外公伫我替我转来无偌久就过身去安尼。我用一个角度，用一个处一个角度讲，我甲阮外公是安怎互动迄阵我7岁就搬来市内对安平搬来市就是台南，阮时阵住伫西区。住伫西区，就是水仙境遐，上路咧5条港迄附近遐，安尼，来，距离开始食味我就来讲因为即首诗嘛是我伫咧，嘛是一本诗集的诗名诗集的名，就有人问我啥物叫做距离开始食味食味就是啥？咱咧钓鱼嘛，咧钓的时阵鱼咧食味咧咬过，咧食味的时阵，距离开始食味时就是开始咧回想过去常常一直浮出来我照即个钓鱼的意象，来甲即个想起着过去的代志，就做一个结合。因为阮外公迄阵，我做囡仔时阵，袂读册伊定带我去钓鱼照即个意象，因为我大汉7岁就搬来台南迄阵就甲阮阿公小可住10去，就3个时有转去安平，转去阮阿公租厝安尼，去就过年过节较有转去，是小可有住10来。
这边关。要承担风险。要安尼去用，来。利用汗水参学较久，起做青仔骹重的网。安平有一个角头吼，就叫青仔骹重，伊遐姓重的，啊是青仔骹，青仔骹重，伊有一个装饰安尼。啊，即摆阮阿公迄个祖厝已经袂有青仔骹重装饰做停车场，所以我等于已经找无阮阿公迄间厝啊，已经变作平地，是停车场安尼。啊，伫个。迄种起做，就用青仔骹重，伊即个装饰，因即个角头吼，开始咧起的时阵，开始有即个协会的时阵吼，阮外公是算创会的其中之一啦。所以你用汗水参无较久，安平的一寡建筑，足侪拢是用乌较久，用贴起来，安门涂加乌较久，听讲较勇啊。啊，伊的外观嘛较怎讲较有动，较会堪去风吹日晒，较会堪去啦。听讲的啦，听讲是安尼啦吼。所以你若整伫个安平老街，你若是啊你伫遐巷仔路咧行，伊个壁肚差不多是用乌较久起的，抹的就对啦吼。安尼。咱落果石无无共落果石伊个是，伊个是落果石。落果石贴的，但讲伊个边仔遐红门头可能就有加着乌较久，安尼。哇，对头好啦，用汗水参无较久起做青仔骹重的网，时间加到去1945年，你乌金金的建家体官厝遐的官图，这就是1945年是阮阿公甲即间厝买啦，伊就开始有钱人买即间厝就对啦，阮的祖厝，阮阿公伊的祖厝。所以伊个建家体官厝遐个官图，阮阿公是土海人，因个阮阿姑遐拢无传承，所以阮阿公土海人后壁就无啊，后壁就拢未来市来做生意啊。我的外妈你会牵手，我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囝，我的阿母，讲即四句是算作是一种节奏的建家节奏的伊个。念读的身体节奏感，因为外妈就是我的阿嬷，就是阿公的牵手嘛。你的查某囝就是我的阿母啊。这是一种重复是增加伊的节奏感尔。用海头是一个所在就是即个角色。安平有6个角头，海头是其中一个。名字就会知，名字伊就知讲海头写就对。伫海头用轻枪破蚵仔，一只竹牌仔规世界的蚵仔壳，印出红滚的金黄光线。花领下底忝忝的喙唇，沿路银手万里沙龟，沿路收一粒竹牌仔晒倒来噗噗啊声，就是竹牌仔还有加沫蚱噗噗噗噗安尼。迄阵阮阿嬷甲阮妈妈我记我做囡仔时，我直直带因去海头遐，因遐咯。蚵仔因拢是遐破蚵仔，阮安平讲破蚵仔啦，话说来讲签蚵仔，阮安平咧讲是讲破蚵仔吼，同款的动作安尼，对，用一支签啊阮安平人讲破蚵仔，有人讲，咱就讲遐海就是海口的遮个部分啦，咱讲签蚵仔。我出世迄阵，你当勇行。甜甜的腰脊骨，粗粗的手提皮，几顺几年盛海风的摇纹，把竹白仔贴做时阵，布头是你讨海背景的乌白相片，棉甲是你上漂泊的上顶，就是迄阵阮阿公已经有能力买一只船啊，家己讨海啊，就是个竹白仔贴做时阵就是安尼起来，迄阵。这是我出世迄阵来，就是讲我的成长的过程啊，我是了每一个阶段，我甲阮阿公的互动。我会晓掠田螺的时阵，这是我上伝导的亲戚，甲我海水都跳个天顶尾，风吹手讲我的笑声，蓝腰带啊、乌质啊、金线链，拢伫竹白仔的鱼壳仔内，陪我听你讲古早的故事。
这是阮阿公带我去钓鱼啊，钓鱼啊，就是我的童年啦，囡仔时代阮阿公都带我，因为阮妈妈是算大啦，大汉查某囝，所以我细汉个时候，阮阿舅，假是阮阿个婴仔辈拢还未结婚嘞，无囡仔，所以阮阿公教我足疼我算查甫啊，算较大汉算上大汉个安尼。加讲，其实我会晓掠田的时阵，就讲诗人咧写诗介奇怪，伊就明明我叫做几岁童年嘛，伊就袂讲童年，伊就袂讲童年时代。我会晓掠田的时阵，大人敢会掠田的袂啊？迄就是囡仔咧掠啊，对。大人18岁几咧掠田的，囡仔时代较会掠田的，所以即只就讲我当年的时阵，囡仔时代迄阵过来，田里有只骨换做鱼条啊，表示阮阿公因老啊，人老伊有只骨换做鱼条啊，是我挑骨啊。即讲阮阿公伊开始老啊时阵，是我长兴拍篮球的年岁，拍篮球就啥物，就是高中的嘛，高中的较会拍篮球，高中的也有啦，高中的较暂时无，是我长兴拍篮球的年岁。我的条我姊甲你的白内障，拄好是。城市甲庄脚的距离，即两句介经典，我跟你讲，即两句足水。我条即个我青春期嘛，你的白内障，老人较有白内障嘛，就讲我的青春期甲你拄着你的年岁时，拄啊好写城市甲庄脚的距离，就是我住市内，了我伫咧安平的庄脚的所在。这是一个足好的转变的写法伫新型的西班牙人问4块练长，我找无一条会当米烧出的行啊，找无会当算庄算珠的后尾埕，找无转一个月就买着机仔边的柑仔店。我用3个台币来讲，我就已经搬来市内啊，搬来台南市内啊。讲你倒落去迄当，迄阵差不多迄阵我当变歹的时阵我记小可是我照3顿写的速地我袂去去厝埕的红心芭乐有偌甜，我袂去去安平古堡穿啊脚你行去的目神，我袂去去鱼船当时拆做茶裤，我袂去去祖厝当时变做穿啊骹重装饰，种是我搬来市内时，久久啊转去一遍，间接听着。船仔无啊，阮阿公过身了后，船仔就拆掉。伊讲是卖人啦，毋是拆掉。就当作是拆做茶铺，把它拆掉，拆啦，是卖人安尼。讲阿公的互动就是搞伊死去嘛，搞伊死去就以后就无互动啊。所以这物件，因为我对7岁就搬来安平，对安平搬来市内嘛。7岁以后的代志，我是用听来。个亲戚佫转去用安平的时阵伊讲遮已经很模糊啦，做模糊。真正是迄阵还佫伫咧安平的时，7月见面伫安平。我讲阿公的代志，我记啊足清楚。我搬来市内，甲伊互动较少啊，过年过节较有转去的，所以互动就免减少。所以我放弃的婚食是阿嬷喙角流落的，是阿母少量补充的，倒出来鲜底，母正。就是阮阿嬷讲的，阮阿母会补充的，即个物件。来讲，即身体母正，袂清楚。所以就又轮的虚线，对鱼条海对青岛的安平港，镜头小可紧张记忆开始食伊啊。伫咧母正的身体时，开始咧回想过去，记忆开始食伊啊。是讲尾仔即段才讲正常的写法，伊是第1段啊。我开始回想我开始有遐个故事。结果我是先甲较早的故事讲落来，到尾开始讲，我即摆是咧回想，拄则迄拢是我回想的代志。记忆开始食字啊！即首诗就是因为记忆开始食字，我想到即句较大开的。所以一个诗人有时写一首诗，就什么一个诗句背袂，灵感背袂了时，你会去想着讲，你要用第几人称落去表达即个故事。诗人就是用诗的方式咧讲故事啦。
即首就是我讲，我甲阮外公，阮外公用我的每一个阶段讲外公的活动，啊，介幸运啦，介幸运得着啦，就讲2019年4年前得着台语系的首奖OK， 来，后首个讲故事，我那时我看讲故事是做两诗，即两诗拢是台中文化种讲句的。咱台中文化种足奇怪哦，开始有即个台语诗的即个项目时，我较着过一篇加创的，啊有着种迄我就无写出来，因为伊诗纸较少，30纸以内，一张有时咧想30纸以内，我当写啥物吼，我就开始第一篇写有写安怎回你的批，因为即个你就是母语啦，咱个母语就台语，台语伊写一张批互我毋知影要回伊的批，就讲为什么即摆拢无爱讲台语安尼个意思，拢讲华语安尼，就是用即个主题用即个角度切入去落去写，我用第二人称，你就是母语吼，就是台语就对啦，安怎回你的批吼，拢从你寄互我的批吼，向国有那个声音，你我400重，每一个小长长的笔画嘛惊有130重，伊托个应份早就无去，看袂清当时牵入批塔。伫个第一段吼，我定咧想讲，假使即个评审吼，伊也毋知影台语历史吼，即首诗就真正毋知伊就看无啊。因为400年前，第先讲迄阵过来，你也开始较有台语。迄阵看是讲闽南语啦，就迄阵因过来，迄阵闽南地区过来，开始一直开始有咧讲。所以声音有400重，真正文字记载就是咱台南的迄种台湾府城教会部，就即摆的用台湾教会公布，伊我会记是应该179还100天津你敢会知影？白话语，19当时，100当时95以前，敢若是英国的教会，长老教会，英国的教会啦，应该是100，应该是180几开190几啊，袂记起来吼。所以到我咧写首诗迄阵差130重，有文字记载，迄迄阵记载是白话字，教会出来的白话字，并毋是汉字。因为什么会迄种的袂流传出来？因为拢是教会长老教会人咧用的尔。以外就无啊，所以伫个社会并无流传，所以有文字记载到即摆差不多130重安尼，假使我毋知影台语历史就对了，即两句伊就毋知啥物意思所以伊就看无啊，所以咧比赛嘛是一种运气啦，是咧比天心的知识的深浅安尼来，你行过文明的改装换代。当骹盘天地高铁的门口埕，你看到出入你的人，斗一支无人的厝，假做失智，哪行哪闹，闹你听无的声调，煞着惊囂疑，车辆土地大项的，是倒一支失去掌纹的手。就叫我讲你400重嘛，你有你对较早400年前一直行到，就改造换代了后。你行到高铁的门骹口，高铁是现代物件，对无？几十年较有高铁的，所以你行入现代。你看到出入的人拢安那无人的厝，无人就是没有才华，腹肚无高啊，腹肚无高无人啊。这个物件做8年，别讲这里面有才，无人就是没才，无人假做失智，哪行哪闹。闹你听无声调，因为现代就对，你也伫个公共场所，你要听到台语足少啊，你听到拢是华语，就讲是安尼，所以你就惊囂疑啊。即摆车辆大项啊，车辆土地大项啊，到底是倒一支失去掌纹的手，失去掌纹就讲你已经你的使命开始，你掌纹到就是你的运命嘛，比如讲你即人的运命，还是你的使命，结果咧。
400年台湾讲台语，在地台湾人拢讲台湾话，到即仔现代的时阵，结果煞听无台语，足少啊。啊，所以伊的种已经失去，伊的使命感已经无去啊。哦，你有当时啊听着祖宗的台语，甲传承的北京语，伫人济所在，人关仔花，你有当时读着薄薄的台文，刻伫厚厚的花文夹含，拼命闯开。哦，这就是咱写台语的悲哀啊！我讲的即句就是安尼。祖宗的台语，现代的囡仔，你讲台语拢祖宗，拢外星文，哦，祖宗去。啊，端点就是很端正，字正腔圆的北京语。所以你所听着讲华语，台湾做标准，讲台语，台湾哩啦啦，哦，啊，伫人济人关仔花，所讲的拢听着华语就对。啊！你搁有看到啥物？薄薄的台文，阮遮台文作家吼，是刻伫咧花文界，会甲芳伫遐拼命闯开。你若无拼命闯开，你就翘去。这就主流市场吼，甲非主流，啊，还是大众市场甲小众市场的差别。哦，所以台湾册你要卖出去，无简单，啊，搁要畅销，搁愈免讲。伊讲我时阵算卖了袂歹啊，我时阵，我即本时阵。出版2个月就刷，哦，2年前算卖了袂歹吼，好运啦，可能是因为我的背景的关系啦，因啊一个受人认出甲，吼变成精神问题，我拐过伊咧学写台语诗，就写家己但奉献，想讲伊咧写啥物，哦，啊大即个奉献拄啊，互我找卖了袂歹啊，这算家己自我安慰的理由，吼来。伫早找着树绕到去的堪笔记字。声音甲文字拢已经淡透轻，写了搁浮着的字话，额头甲你的悲哀拍招呼。哦，这就属于个绕口去啊，吼，绕口去，伊的堪笔记字，伊即段记字是堪笔的，就讲你已经想无母语当时断杂的，啥物时阵断杂去断层啦，哦，声音甲文字拢淡透轻，就是拢火去啊。即个讲就对啊，你爱讲台语啊，你爱写台文的时阵，为虾米你即摆讲华语写华文，单头轻去？所以你想要写了，结果你搁浮调，写了搁浮调，咩讲啊？违反社会迄种概念嘛，迄种国民党政府过来，伊就是你袂当讲方言，袂当讲台语，安尼。像讲就袂当讲国民党用写，哦安尼，啊所以。哦，即个字话啦，你想要写，还阁无法通写，迄个年代吼，当额头甲你的悲哀咧拍招呼啦。你看即种前面你做悲哀啊，咧拍招呼。啊，你伫批话问我，哪会安尼啊？啊，母的语言啊，就母语啊，我要安怎回你的批？我无言以对。即种情形，我免回答。安尼，哦啊，其实即首诗就是讲，要。说母语一个诉求啦，有甚物你拢无免，你拢是花文的世界，啊台语的，母语的，无一定台语啊，啊你若做你客人，你嘛拢客客家话，哦客家话啊共款，安尼，就是母语啊母的语言，啊即首咧就是一种控诉，对即摆即个现代社会，怎讲？第一点无重视台语，啊，佫有一点无重视母语啦，啊，佫第二点，母语人士咧推出来时，边仔人有时会甲伊扣后骹，哦，尤其是遐怎讲有权的啦，有种看遐讲华语，因拢会甲伊扣后骹，哦，就是毋爱互你的母语一直浮头出来对，哦，这算也是一种悲哀啦，悲哀。来，老花啊，哦，讲老花啊就是老人啊。亏老人，啊！我设计啊，我是讲啊，即个老人伊伫咧中过头过了，到黄昏即段时间，伊安怎过安尼尔？我就设计一个啊，用一个景，啊，佮即个老人伊是变怎？啊，后尾可能嘛是有一寡老人痴呆咯。互我有一站咧写老人痴呆即个题材吼，有几啊死无？因为安怎呢？因为我妈妈即摆就是老人痴呆，所以我咧甲照顾的过程，我特别去了解，哦，即老人痴呆镜头。伊啥物情景？上熟悉的物件嘛吼，伫头壳顶吼，挽一支老花啊，
早期少年家吼，即种借贷方式吼，应该讲借喻嘛，放起白头毛，早期少年家乌头毛安尼回想，其实就是咧回想过去啊吼。全部是一则解出来的字量，时间交伫默默喙角，然后一世人的记忆吼，全部因为今日是者，你是拢出去上班做工课啊，剩一个老人啦。所以伊很寂寞嘛，寂寞嘛吼，一般讲小博嘛吼，我地方就是较正经讲寂寞吼，解出来字量就是消遣吼，摕寂寞咧做消遣啦，安尼发现老伙孤单无呢，所以时间伊是交伫默默喙角。带食牙嘛，加出去拔起了，伊就默，过头的头仔毛，朴实的魂蹲咧街仔路走标，找无一个会当揽的人。日头光豆豆超较大，嘛少袂着。花窗仔后壁呆几个面孔，过头过啊，窗仔门外就混安尼四个走，找无一个咱的人，会当揽的人，拢无熟悉啊，厝边隔壁拢无熟悉，即摆现代就是安尼啊。过了说个，我迄阵有当是住公寓，住国民住咧公寓，阮个对面上甲阮个下骹厝边，我毋知差个顶一头咧，我毋知伊叫啥物名。即摆现代是安尼你无像较早阮伫安平，我考过来吼，规个钟头，逐个忙目，囡仔出去尖叫即个啥医婆啦、姑婆啊、职工啊、八公啊一堆。即摆拢无啊，较早用草地所在大家庄嘛一堆，即摆你若住市内迄种大楼，面对面上个顶遐有时连顶头都无，迄个人情味已经慢慢消失去啊。所以讲找无一个咱人的人，拢无熟悉啊。日头光直头咧超较大，就讲时间渐渐咧过嘛，日头光日子伊咧走袂，所以伊照的角度是无共的，所以咧超较大。其实讲着时间慢慢过。安尼，照袂着，玻璃窗大楼嘛，玻璃窗后壁有啥物人，呆几个面孔，拢无熟悉啊。即段就来讲，咱即摆即个社会，无人情味啊吼。朴朴的岁月淡薄仔走进，人群嘛小可生生啊。年岁到袂烧，薄薄的人生，其实真紧就甲影穿清去，一步安尼足紧就过啊。其实头前咱看无着泡屎岁月走进去嘛，人群也生生啊，迄两步的人生拢年岁到袂烧嘛，才受着安尼尔，已经其实就真紧甲影穿清去，暗时较会无影，日时咱咧行一定有日头讲有影，暗时除非是月亮足光，你较有影，较是你经过路灯较有影，所以甲影穿清去表示讲黄昏到啊。这有一个咧诗咧写，这时间点是安怎？用相方式咧表示讲，已经天暗啊，影穿清去就是天暗啊，安尼过开始写伊的心境啊，半条蜡条，半截蜡条，要替关尽尾的火气，一蕊大花要咧回想以前的浪漫，报搁喙的梦啊，变实咧叫青春，就这。就讲一个老人的心境啊，半截蜡条就差不多挑伊啊，幽怨搁去替关尽尾迄火气，迄火苗，会使有花气安尼。大火就已经打去啊！伊搁咧想讲较早有偌浪漫，搁咧回想较早咧当恋爱时阵，以前的浪漫。但讲即种是梦，即个梦是啥？报搁找，袂甘即压一个就逼开啊变成叫青春。滚成下过下晡，暗下随今日尻川后，过数一路面，就变成久咧数。有伊是孤单黏大的，上惊一精神。记住就流去，这就是老人痴呆症。你困醒就是你困起来，随下过下晡，黄昏随到暗下啦，第一个叫做暗下晚霞随今日尻川后，拄下过了，透长到起床，一步就已经到黄昏啦。日子咧过足紧，但是讲安怎？时间咧过足紧，伊的岁数咧过足慢啊，伊的感觉会足慢。岁数一路面就变成久咧数，岁数也困，
你也困了了，就那成骨咧爽。这实际上是一种时间的一种冲突感，造成死的一种问题的专利。时间是咧过足紧，但讲你的人生咧过足慢，安尼意思吼。啊，忧郁，老较会坐忧郁嘛，是孤单年代嘅一个人。啊，上惊一精神吼，是你慢醒起来，你咧做梦的时阵，你袂感觉讲你的记忆有够无？但讲你随精神起来，你别人身体就行起来，所以你记忆就随流去啊，想无过去的代志。即种就是一寡诗句的写法啦。即首诗嘛是写老人痴呆，啊，伊家一个安怎过即个中昼过到黄昏即段时间安尼。老师刚才的价位是186。186对啦，我记毋係186，就9有較6，我記後壁佫一2個啦。186對，165嘛，啊，到我陣寫手指多少83趟，130年啊，多謝王大哥常分享。伊迄紙底下會當檢查哦。來，後首遮畫2首吼，就是攏三文連續，下當可能攏加詩啊吼。比賽的時攏寫較長。比赛时拢差不多30抓起60抓，就30、50、60，拢即个骹头，所以有时阵解说足，啊下底就较紧啦。即算家己可能是咧写吼，就是投稿的啦，毋是咧比赛的诗吼，爱投稿。伊的抓数较短，差20抓以内。红红花开花落，花开花谢吼。红红花就是阮台南市的市花，较早，即摆合并了，听讲改啊。啊，改啥物花我搞即马我阁毋知，我已经足久无看新闻，我专门看遐政治的物件。你我老婆你搁查看嘛？看即马台南市的市花啥物？我去府城啦，迄阵府城是红红花啦，这阵叫红红城。啊，我即摆就咧写讲啊，已经无啊啦，即马无红红花啊，安尼。即马目前啊，搁红红花，我搁伫倒看会着呢。孔庙内底有一丛。啊，搁西门国小，安平的西门国小吼，伊外口伊新倒数有几丛安尼，啊，搁庆平路，庆平路到运河，另外一个是安平路，迄边庆平路遐搁有几丛安尼，我甲看有遮啦，总共我都看到红花啊，蝴蝶兰啊，所以我叫蝴蝶兰啊，哇，分呢。怎么样蝴蝶兰？蝴蝶兰也算花啊，你。迄实在吼，红红花遮水也毋歹啊，蝴蝶兰敢有较高贵，有影啦吼，来，我来讲李吼，这李就是红红花啦，红红花就是李，我用第一人称，我咧教红红花咧讲话吼，你伫囡仔时代运河边，然后带我记念安拍牌的意象吼，参几城拄下过夏至的声仔声，迄当阵条子还未出世，青春期还没有到，就是童年期，童年时就是读国小的啦，读国小应该还未生条子啦，国中我开始生啦，安尼青春期的进前，我迄阵运河红河边拢红红花啊，所以记念安拍牌意象安尼，尤其是红红花一定是。热天啊，你毋好写冬天无红红花啊。基本知识爱有，安尼，你莫讲你写落冬天啊，讲红红花吼，开一个冬天啊分去啊吼，来，意象伫心中牵定吼，一直到中年才甲时线切断。你伫带人花开花落的季节，正做一部引路吼。甲我中年就讲，为虾米中年才时线？就讲你。迄阵啊，阁有一直有，甲我中年的时阵，非常用到无去，就是台南市应该是合并进行着已经错足多去啊。我会记听讲啊，伊讲红花正咧开的时阵，差不多6月迄阵啦。所以毕业生伊就讲，每当凤凰花开时，就安怎，毕业生的感言，伊就拢有即句，安尼。红花伫一个也拼做行道树的时阵吼，我会记是伊搭倒来吼，迄花吼足济啦，影响市容，啊，搁迄人行过、搭过，拢足歹，了个
足歹扫啊！伊黏就黏伫涂骹，足歹扫。你无像落叶、树叶啊落落来啊扫扫的。红花你啊搭过，伊就黏伫涂骹啊。你啊一叶慢慢啊，安尼甲用舀起来，足忝的。啊，佫影响视哦，真正。规条路，迄落落来算，毋是只巷仔咧，毋是顶仔骹咧，外口遐通风来飞嘛。啊，车驶过拢黏的，规条拢是红色。无咱叫我搞变红色的啊，台湾时常常安尼。我想讲是因为安尼较甲一寡新道素吼，甲红花吼，甲切掉去安尼啦。这我家己摇的，这我家己摇。所以你伫拄啊人的花久花落几者，真做一句隐喻，隐喻就讲啊无戏啊啦，隐喻嘛，无法通明喻，无法通讲出来啦。所以安尼，所以我家己只掀铺去，嘛甲头毛掀爬去。我看着你吼，伫记忆内底硬气，你有啥物硬气？我即摆开拢无红花安尼，你明明迄阵伫台南市四界拢咱看着你的影像，到即摆到我中年了后，你为虾米拢无去？所以你硬气啊！你嘛毋知影为虾米会安尼？搭面会当互读者家己去想啦，想讲为虾米红花即摆拢无去？我想的是讲可能是市容的关系安尼，这红花安尼，即摆剩。再过一甲看会着，过这附近阁看会着，看会着红花来，第二树。这个四树是凤凰树。对啊。四花是蝴蝶兰四鸟是水蛭。对啊，我知影水蛭。凤凰树还在还在所以不要伤心。我还查树啊，花我分去，树啊毋甲花毋相款。你爱树白花啦，你讲来啦，会做麻烦。安尼吼。来，若是想起游园美咧吼，这也是甲阮三分连写写的吼，种短短啊啦。我即首诗嘛是咧写一个善假诗人，只讲甲缩短起来，拄则诗人，但我是一个善假诗人哦。但讲伊是甲日常生活放伫内底，即首伊会讲一个诗人伊内底对家己的期望，虽然足送。所以3、2个月8，但讲伊对家己一个期望，所以也想起来游园美丽，日子游园美丽啦，真心像是足饱满的吼。会所你叫你拍去的骹步，手内沉沉塌塌的思考，甲你拒绝天开的孤单，吞甲饱咚咚，煞吞袂饱后一顿的腹肚皮，来，拍去的骹步是大话啦，骨质疏松嘛，拍去的骹。会所咧着，年月济啊嘛，年月济啊，你着骨质疏松嘛。艺术啊，就是老人的艺术啊，老人的意象吼。手内沉沉塌塌的思考，就是讲你写遐侪诗吼，甲你拒绝天开的孤单，讲天开就讲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你拒绝天开，所以你一直行。然后你既然一直行，你写诗是足孤单的，做甲饱当中，就讲你一直咧写诗。一直咧写诗，但讲安怎呢？你真心像是足饱满的，你无一项的，煞吞袂饱，后一顿的腹肚皮，真心像足有，但讲无一项较无，安尼诗人啊，我讲诗人嘛，飘过的线条，装作青春的色水吼，闪过过几6月的笔画，褪光规个宇宙的寂寞，吞入早远的早远，飘过线条就是老人吼，你今年已经有啊。老人啊，但讲你爱装作青春的色水，比如讲我还有那种创造力、生命力，我永远要写诗的。而且我写的诗是啥物？闪过过几6月的笔画，我不玩文字游戏的。过几6月就是装写的，就咧耍文字游戏。我袂咧写详诗的。伫我诗内底，你看袂到我伫耍文字游戏，我一定写甲即个土地有关的。有足侪，台语较少啦。华语都足侪人是咧耍文字游戏，晦涩，写甲有诶无？规首诗写来，毋知伊内底写啥物外国，很多足多诶华语诗啦。所以我会想过即种写诗诶手路，而且我爬啦，要褪光规个宇宙诶寂寞。我诶世界
伊个宇宙的节目。所以我一直爱吞落昨昏，爱甲较早所有的实力爱慢慢甲累积起来，吞落伫内底内化。不管是智慧，还是知识，还是讲你写诗的手路，对别人看来手路，即个拢是昨昏，拢爱内化起来，较有能透出一个新的创作的物件是诗人安怎呢？我一直认为讲你诗人，你要有敏锐的想象力观察力敏锐的观察。所以敏锐就是目科是选少做的，这足强的来，闪死来检食的光安尼。你的心肝去带一只孤鹰，你的目睭、你的心着爱像麻雀老鹰安尼看，你的意拢看会着。1020世界望拢伫咧看伫内底，安尼，就是那个很豪迈啦，很豪迈的意思就讲袂因为讲算鸡仔伊着看袂远啊，麻雀着看较远，安尼意思来。总有一条彩线会甲你的尊严挺悬悬，或夜悬悬，伫无死死的日子里，虽然讲你的日子遐艰苦，然后你因为你心内有一只带一只孤鹰，你永远咧写诗，你对诗的即个敏锐就抑阁足强诶，免烦恼啦，有一条彩线，即个彩线就是光明面，伊无一定是彩虹，但伊是一个光明面，会甲你的尊严挺悬夜悬。你无一无要紧，但你的真样是做八棒的，甲你的尊严抓悬起来。是啥时阵啊？伫无死死的日子里，足稀微的日子里，安尼。这叫伊写一个善假诗人的心声啦。这是用较短的方式，用较短的方式来，这是情诗我情诗是做含含诗啦，安尼。我只袂讲华文版的华文版，我也是共阮一直读台语就好啊华文版的，我较早是先写华文的因为我爱唱歌，我迄个女朋友伊也做爱唱歌，安尼，所以就是音符咧飞，修以感动心潮，岁月咧流，生命热一苦涩，爱扛起偌大的悲伤，才会当换一点欢喜，互细胞搁再担着思念的灯。我用后半世人的气力，恳求你施舍一点目睭内的花青，重逢，希望讲你咧甲我看一下。因为我甲阮迄个女朋友，我第二段关11单，我是伫咧第一段关5当8个月，3个月了后，搁关调我关11单，我是伫咧即3个月内底熟识伊，伫卡拉 OK 唱我熟识迄个查某囡仔。结果我伫遐关11单了后出来，搁共我伫迄间卡拉 OK， 搁遇着，搁开始交往，所以阵就讲种即也介简单啦，讲起偌济悲伤，较来换一滴欢喜啦，看似嘛，悲伤甲欢喜，像我较早关遐尼久啊，我遐换一滴咧，细胞搁担着思念的灯啊，希望讲。当然，我希望讲我后会当甲你有一个好的前缘，用后半世人的气力来照顾你。安那呢？只要你甲我看者就好啊。施舍你目睭里一点小小的花青，施舍一下，我就做满足。这来讲诗人咧写真诗拢骗人的写人做好看，足感动。拢骗人，拢骗。结果已经离开啊啦。7、8单嘛，7、8单，离开啊啦。这些诗人迄阵当咧热动的时候，写人做千言蜜诗人拢骗人，讲话拢好笑来，真知这种感觉诗集写的我想着甲会做去唱歌甲会是咧食饭的时候，想着我就用做册个，先写欢喜的写的。翻做台语，所以这首嘛出开翻的，就怀中攀着你的温柔，唇缘连着你的羞涩，耳边印着你的妩媚，心窝住着你的灵魂，这有够开翻所以伫遐，我迄阵咧放嘛是训练我台语的功力啊，翻做啥啦？耳仔来摸你的温柔，顿仔前念你的西奶，耳孔耳仔边印你的腰间，心仔缺。带你的灵魂，
左拢加一个啊，中拢加一个啊。伊讲无人讲蹲仔边啊，蹲仔墘无人安尼讲吼，心仔困嘛无人安尼讲，人会讲蹲墘，蹲墘啊，计是伤困啊。啊，我倒替讲安尼，吼，啊，伫你拍远的处境内吼，我拼尽一生的职业，职业就是执着吼，进入一场竞赛，总算甲救去的主强融化、碰大、讲假，开出光闪闪的情花。进入你主强就讲，进入你的心内啊。啊，佫有一点就是讲，因为我迄阵熟悉的时阵，伊也差不多40几岁啊，会生啊啦，吼，迄阵已经会生啊吼。啊，所以讲拍远去，袂讲拍远主强啦，就希望讲我即阵真在，即个囝伊会当生出来，接受我的爱情安尼意思。诗人咧写真是拢好写呀。OK， 下底就是一寡人生诗哦，人生诗就是，我有一张写高雄的诗写袂少吼，因为我有去申请着高雄的文化教育馆吼，啊伊有通过，讲到尾我是规本无写出来啦，啊所以有写过我讲我收起来，甲收起来，所以即个写美浓的油纸线，哦油纸线，哦美浓伊是客人哦，客家人哦，我袂晓讲客话吼，啊我内底有掺两句客话。我是咧请教我的好朋友，客人作家柯以焕，哦，住庙里南庄，哦，遐请过即两句名念，啊，伊遐甲我讲，啊，我用罗马字写落来，哦，所以有两句是客语安尼。我咧设计讲啊，一个客家人吼，伊一个嫁出来的查某囝，转来到美浓安尼，就是安尼尔。啊，从伊转来先所看到是啥物？所看到是啥物？来，享受是一支油纸线，美浓的油纸线来。腐暗的路尾，一寡碎石啊铺伫生锈的涂骹。原来少年是一款夭寿的美景。转来到厝啊，看到遮个老厝，遮个共款，遮个路，吼，近乡情怯啊，我开是迄种思念的迄种意味很浓厚。夭寿的白菌就是细菌啊，日语啊，白菌。有人讲白菌，啊我会记我喜欢食白菌，啊白菌应该是白菌较是正确的，这字典书典教育部书典来写菌，白菌啊夭寿的白菌，安尼。那疫情共款咧调迄个，你就调个安尼，少年安尼。我想象眼镜的阿母默默喙皮，拄好落水压淡，就要变新潮的面中结，目睭甲形成的苍花，希望闻到几叶仔向日的薰笑芳。伊咧唱，或者即句够人唱，东山归台湾，模范真情安尼款啦，即条歌啦，即客家人咧唱。其实即个讲吼，因较早美浓拢拍薰叶，啊，即摆无爱款，听讲无啊啦。其实讲我查的资料啦，因为我美浓，我如果是美浓，我毋捌去过。这诗人咧写字拢骗人的，明明都毋捌去过，啊写甲安那真诶安尼。即首诗我读了时，我讲有一个笑话安尼，我讲我伊就是用油纸线是用孟春竹的边的，然后伊咧编，伊透早起来咧编即个油纸线时，伊会想讲较早伊的行业是啥物？咧拍薰啊，薰叶啦，所以伊就希望我咱骗着几叶仔向即个薰叶芳安尼。啊，因为即个事业已经没落，但讲加在油纸线的即个行业还佫伫的，但讲伊只是一个装饰品，伊真正无法度人去掠吼，风吹嘛是共阮飞去或者是一个装饰品的。啊，因有一个，歹势，美浓伊有一个习俗吼，查某囝嫁出去迄阵，爱影有早生贵子，
个油纸线送两支，早生贵子安尼，拄互查某囝嫁出去，是安尼吼。所以后壁有讲入来，实在个砖头，油纸线天规实果，囡仔时代个行路，做囡仔时阵嘛吼，印出囡仔青粉个目光，无人人憨个目睭皮，每一件拢反射出做新娘甲后头厝个沧桑。囡仔时代伊拢伫遮行路，伫咧安尼佚佗，伫咧走来走去，嫁出去了后，几啊冬你搁转来算，后一代后一代，遐个囡仔侪拢毋捌字啊，所以囡仔印出是青粉个目光。你转去到故乡伊拢叫恁遐姨啊，有诶无因为后一代认袂出你，因为你嫁出去啊，足久无转来啊，足久无转来，就青粉啊享受是一支油纸线，夫人人诶踏踏滴滴，每一音离韵拢是同有味伊是油纸线诶外缘，伊知影插一层桐油，安尼才会当落雨伊才会骨落来，防水诶意思骨落来安尼。两支早生贵子我讲诶拄则，我唯一诶嫁妆，伊原点点囥伫我心肝窟啊，嫁出去啊，爱去。听起迄条悠扬海海的美浓溪，过着阿母失眠的暝，洗长长的梦。伊听无？阿母来转来啊！即句就真正合拢嘿啊，毋是转来应该是讲转来啊。阿母来我转来啊，我回来了，我转来了，安尼意思。即阵就是到尾就是伊嘿啊，伊听无啊嘛。迄嘛老人痴呆啊，所以我定来想，较少会写到老人痴呆、老伊啊，叫洗长十个梦安尼。即首诗我讲一个笑话就讲安那，我迄阵2年前拄出版一本册阮台南有一个叫台语文化帮，一个退休的国小退休的校长叫黄良成，即马伫咧面册啊，介活跃伊每一期拢会招新，拢伊拢义务的义务教台语，教人去台语认证安尼，每一个地区拢开。我迄阵熟悉时，伊开4房，就是永康、生化、安定甲善华迄款，甲善华甲是第二，就4个所在安尼，册个伊甲我买80本，团购就对啦，因内底个会员安尼甲我买。了后时，我就找一个礼拜4天个时阵，暗时拢去因遐，伊就每一工无共地几个上，安尼，去我讲1点钟个台语诗，校长讲即叫售后服务啦，售后服务，教因安怎写台语诗安尼。倒有一摆去到永康第1场个款啦，我去第1场，伊就。我是早去因遐就知我要来，就吟即首啦。全班拢吟即首，吟了后讲安尼，迄个校长问讲，哇，胡老师啊，你即首诗啊，互我足感动的你妈妈是客人美容人毋对，我妈妈我安平人，我妈妈是讲台语的。伊讲内底诗啊，向假，向诗人写诗拢假这是我伫资料查出来。我伫 Google 去查资料，才用即个诗词，透过诗人的想象，甲编一个故事出来。但是即个妇人人，较早少年嫁出去了，伊搁转来，伊就变做妇人人啊，中年啊，所以伊的老母已经是老年人，安尼意思。所以头仔伊是看到伊囡仔时代，因阿母透早起来就是咧编油纸线，搁早期是咧拍分析，到尾啊，伊搁来是看到，拢。即马故乡的一寡孙仔辈、囡仔辈，拢毋捌字啊，拢无熟悉啊。转去到厝的时看到，伊内母已经听无啊，来转来啊，我转来啊，即个啥物人我毋捌啊，伊个老人痴呆啊，这算一种悲哀啊。所以乡愁啊，是油纸线安尼，所以甲迄个黄校长甲骗去安尼，嘛甲因遐文化馆专门拢骗去来。下底目屎即叫台语的祖师啦，拄则吴大哥讲，
会当互来互人用看卖啊。即个短短啊，目屎吼，我是想象就想象讲，较输我甲一个某某人，我甲我这对象分开了后时阵，我流目屎，我会悲伤嘛，我会悲伤来，我就甲写10首，拢是甲目屎有关系，内底拢是写即种，甲你分开了后会发生啥物代志，啊，以目屎做主题，啊，每一首拢会当用。我来考，当然我也要考，我先考我的学生来雅文。雅文绝对无问题。来，第一句，第一趴，目屎来，咱来谈下。雅文，雅文最优秀，恁个学姐。第一趴是你念。窗仔外冷风爽爽，吹会离骹骹手，骹手，骹手，门更空。吹会离骹手的门光空，吹袂离骹冷笋甲滚甲的毛。袂歹吼，这骹势无落去啊。应该是你讲算算，它是撞声算叫，所以就骹手，骹甲手嘛，骹手门光空毛细孔，伊吹你无当吹过是啥物呢？甲冷笋战斗，滚甲的毛，啥物？伊讲目屎开始要流落来，眼睛虚嘞，开始要流目屎啊！所以来第二趴。好来，第二拍秒声，这互人秒到你无法看，我秀英啊，一定绝对无问题。而且也是台语作家的，来。冷对风甲影的甲芳，有过思念的鱼仔，拍水一粒，拄骨落的目屎。安尼拄骨落冷啊！甲风会夹拍，就是天气已经做了。其实讲嘛，毋是讲真正天气冷，伫个种迄种景哦，对吧？伊也拄适当时，伊会感觉身躯变得无温暖，所以伊就冷，甲风会夹拍。即个冷哦，即个冷的即个物件吼，伊对风甲影的夹碰飞过，拂过思念的边仔。思念是一种抽象词，伊个伊的边缘。结果是啦，即个点甲拍水一粒，拄骨落的目屎，心肝冷，就即个点对头贯穿到尾巴，对头到尾啊，伊是啊，拍水一滴目屎开始出来啊。第一段是讲开始咧滚干咧，目屎还袂流，第二段开始已经有落来。来，这我来念好啦。情丝抽断了后细我散落去，目屎飞起来。即句啊，足新鲜，即句也介经典。足侪网友讲，哇，即句足水哦，细我散落去，目屎飞起来啊！看我拢安尼咧，有啊。情丝吼，就是抽断嘛，失断嘛。失断时，你的细我会散落去，你日子咧感觉，你的日子敢愈来愈短。散落，当啊，伊散落去，你目屎飞起来，你拢是逐工拢是流目屎咧过日子，愈来愈肥，散落去飞起来，即种来，这样即句，我看卖啊，我当要找，应该会当。来，第4首我来考阿翁，伊台语讲啊足好个。来，讲毋着我来纠正嘛，来。一个讲新的距离，一身活新的背影，着一滴血洗洗的目屎。水着水，这吼文人人吼，台语讲啊足好。下晡伊拢一直咧教开讲，拢用台语教讲嘛，袂歹，即个查某仔有前途。以后台湾拢靠你啊！一个讲新的距离，讲就是咱咧看一个人啊。咱咧看一个人，
延伸的距离，一线等于是啊，一线，一线就一尊啦，活身，撞身，培影就走去啊。迄个培影伊活身了，伊伫行嘛，伫即个距离内底，搁啥？吊一滴血塞塞目屎。即看似啦，血塞塞，一般血塞塞就是遍体鳞伤，甲是足多啊。但讲伊咧向话啥物？向目屎，安尼口了有忝无？足忝啦。小可滴落来，目屎一滴滴落来，慢慢啊流落来，甲规工舞出来这形容拢无共，血塞塞就规工的啊来。我过来考。这用听经也无问题啦，我看有来，我来惊考着了，同时会晓哦，我来考地图这啊吼，第5拍互你念安尼。我袂晓讲。何必考到思念，要靠拢无目屎，揣无吼，揣无目屎通落，练落来，毋靠手机仔小可翘的喙角，为安怎渐渐起伏舞？哇，够赞的！体个能知意思着。来，何必考着思念嘛？其实我就是，咱手机啊，那种相片嘛，较早翕的相片，或者相片啊，就是拢有啊吼，足多。思念我也考倒啦，毋好考着思念嘛，伊咧讲啊，自然是毋能够考倒落来吼。要靠吼，找无目屎按连着，伊区有咧，啊毋靠吼。手机啊，小可翘的喙角，为安怎会渐渐起模糊？咱咧看爱人的相片，翘的喙角伊咧笑嘛，但我会起模糊。为什么手机会起模糊？毋是手机啊歹的哦，毋是，因为伊目睭已经大一点，所以何必苦读思念嘛，吼，或者世人拢学着人怪嘛。明明都无可能，有可能会起模糊安尼？就是有啦。想要哭啊，无法度啊，无目屎连落，哭到无目屎啊，毋哭吼，搁渐渐起模糊。互家己咱足坚强安尼。来，好来，你要紧走呢？我想讲第六首，我要互你念嘛。好来，第六首吼来。酒精少想尽担悲伤，尽会担残破的记忆，尽袂担喙糊糊的目屎吼。啉酒嘛，借酒解馋的时阵，啉酒时少想企图，把悲伤尽互担，尽互担就袂悲伤啦。结果伊是尽会担残破的记忆。我会当甲你放袂记是无毋对，决心要甲你放袂记，但是讲啊那，你尽袂担目屎味流。水糊糊的目屎，伊咱强颜欢笑，强迫家己讲，毋爱阁想伊啊，上厝以后毋爱阁看伊啊，就是讲安那嘞，你的内心深处感觉目屎，这就是，像这种真正的，这无人的哈，这无人的，毋好讲我这人真正咧讲失恋了则悲伤哦，迄无啦，讲诗人咧写情诗拢骗人的啊，来。第7首，老路顶稀微的灯火满伫孤单的肩胛头，暗暝的枕头仔旁，射出轮逝丝丝的光光。头两句可能较简单啦，老路顶满伫肩胛头，我咧行嘛，会安尼散步，一摊老路顶的灯光，照着我，甲照着，那是满我的肩胛头。一个人要安慰另外一个人，会较满的，安慰他，甲安搭一下，结果满了了，伊嘛是共款，暗暝的枕头仔旁，惊目屎叫人看着，面暗起来。结果啊枕头旁共我射出两撮啥物，稀稀的光光。灯光照着目屎会放射，所以伊伫遐流目屎。伊面暗起来时，共款有两撮，会光光会出来，共款咧流目屎。这个用这个目屎的意象而无共款的情景伫遐内底
一寡悲伤放搭伫涂骹，风就是互人的联姻，或者风吼。一寡悲伤放搭伫涂骹啦，毋捌看伊咧嗨啊，啊无说你举骹吼，啊目屎随翻落。即个一寡悲伤，你搭伫涂骹吼，毋好起来哦。啊无说你啊，毋捌看伊咧嗨啦。哦，就是碰时就强颜欢笑，我袂过遮悲伤，袂过遮悲伤，一直压抑着伊的悲伤，啊，结果无说你举骹，伊缀调的嘛，甲搭调的，无说你举骹，啊，悲伤随出来，啥物出来？目屎随翻过，目屎随翻落，就是强压住迄种，将甲迄个悲伤的感觉一直甲缀调，结果你也无说你变去是咱火山爆炸共款，目屎会翻去。哦，是翻落的哦，伊毋是流落来用放的，土石流安尼翻落，即种较夸饰啦。目屎会翻落，可能加漫画画出来，太卡通画出来，人是绝对做袂出来哦。后来第9首吼，差不多结尾啊，甲活生的背影哈，等到酒前来提炼出来笔啊，连扣都免写结单的。即个背影吼，离开啊嘛，个背影，啊等落酒店内底吼，啊啉酒就对啊，咧啉嘛，啊啉落来摕得出来迄个悲伤就对啊，啊那连扣，拢无啥结论啊。就讲，怎讲啊？咱要举一个物件，咱结甲较举起来，对无？啊叫连扣拢免写结论的，足简单的事，很轻易就会流眼泪。免结他伊就流落来，哦，伊讲啊，因为即个悲伤哦对吧？免讲，即个悲伤有时伊会一直会压抑嘛，会压抑。但讲你拄压抑时吼，我讲啊宝贝啊，你所听的种悲伤吼，你控制袂住目屎，赶快会流落来。免写结他伊就流落来，逐工也对吧？会收着，只要随收着啊，目屎就流落来安尼。啊，第10首吼，第10首算作是种个啦，觉醒啊，种觉醒啦吼。善者诗人吼的心声啦吼，天互善者打一阵暗，规个天拢做善者，一阵暗蒙蒙拢暗安尼。一撮屎若飞出来，闪电轻飘撇，发光笑安尼。切开暗，切断冷气的泪线。切断久气的感情线，到尾就看破，到尾去看破。就讲吼，因为善者诗人啦，你讲要谈恋爱嘛，定来讲，从善者人无谈恋爱的权利啊，像阮两个谈恋爱就俾的权利，尤其是查甫的，你善者人，你出去讲拢要开查囡仔，对无？吼，啊，所以讲一个善者诗人，安尼，啊，所以。互善者打一阵暗，规个天拢暗，啊，这暗是啥物？是善者打起来的，安尼。即撮屎若飞出就一个顿悟啦，咁样一个屎若飞出来，一个顿悟，觉醒啊！伊觉醒了就爱穿飘撇，潇洒介飘撇，我开始笑，发关笑，毋爱搁哭，就开始笑安尼。啊来，切开暗，甲即个黑暗，伊是即个善者嘛，所带即个黑暗要甲切开，就是开始有光明啊。有光明了，爱搁啥？搁切断冷气的泪线，冷气泪线伊一直流，甲切断，伊就袂搁流目屎啊。你的泪线，内心你甲加断了，它就不会流眼泪啦。哦，水管嘛，一条水管伊有水嘛，水管你若加断，水就袂流。哦。来，啊，搁一条，搁一句啥物？切断久气的感情线。感情线就是互咱手内底的感情线。为什么久气呢？缘分吼，缘分无啊，伊就比如讲，咱即条线会当交往偌久吼，啊来，即条算随条线。因为我只手长指吼，长手。我只手是长手，所以加两条，爱用倒手啊条。中即条算感情线，即条是事业线，即条生命线，中即条是感情线吼。听讲是安尼啦。久气啊，表示讲你的缘分已经无去。
揪去啊，萎缩了，萎缩了，吼！你明明感情咱谈拢也谈足久哦，但讲你萎缩啊，就无啊，即个感情已经就无啊，你嘛先甲切互掉，切断，所以后上尾尾啊第10首就讲，你看看，毋免阁流目屎，看看，因为即个死啦，已经甲乌暗切开啊，吼，即种一个觉醒啦，吼，安尼，所以咧吼，即首介收息啊，即首毋是同一个时阵写无。收着就写，慢慢粒就起来。啊，阵嘛无想讲以后到底会写几首，我阵无想着。但我写到第9首时阵，差不多啊啦，遐一寡元素该有诶拢有啊。我第10首我较做一个结尾，我甲切断安尼好，差不多。9点11分，吼，就拄啊好。落力再会。伫遮分享诶吼，伫遮内底吼，真欢喜吼，今日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来到，然后来到咱个清水散步，清水散步吼，就是廖天丁，哦，廖天丁较早也住伫遮吼，清水人廖天丁，我定下过来清水散步吼，我就定下我来去看伊顶望遐个册，看一寡文史诶记载。也有咱吼入门吼，迄篇湖畔就是清水诶地图，够厉害诶，安尼，甲清水诶图安尼，安尼好，后下底时间啊，佫有小可时间吼，看咱有啥问题要问诶，开始大家咱开讲，大家咱开讲吼，安尼。我看这阿做的歌吼，应该讲无啥，会当来唱歌。画啊，我感觉看的吼，要唱歌哦。是有画面的哦，要画图，还是画绘本？会当，其实足多啦，因为诗里面一寡诗就对啊吼，因为我的诗较算，我的诗拢有唱调的，伊的主题拢有唱调的，吼有你若要写画本就对，可能你来较明显，因为画本大人无咧看，拢是囡仔，所以拢是儿童画本，囡仔的画本，所以会较简白，画本可能会较水。吼，绘对，绘本安尼，要听歌啊？我有唱一条歌呢。就讲我莫唱啦，咱放影片，咱即咱连线吼。会使。等下大家有问题再。吼 YouTube， 也帮我拍个 YouTube。我有一首诗啦吼，拄啊一个咱梁姐，过来梁姐，伊是宜兰人，过来梁姐就叫井牙子，吼，井牙子即个财路，伊替我铺起，安尼，我家己录音写作个哦，我传转来，我还记得我2年前4场，台北、台中、台南、高雄，4场我拢唱现场的，一条歌我拢放卡啦吼，我家己唱现场，今仔日卖，今仔日听我网络的版本就对，因为吼，录音室的声音较好听，现场虽然可有叫震撼的地方，我感觉声音有时吼，一直演讲，讲点外钟过来，声音拢小可会闭塞，行唱了无好，YouTube 咱点去，好来，来，剩下交代就小弟就好，英国有者，真正找着我安尼吼。即条声音毋知，咱遮北敢有出来？来，好差咯。即我家己做的 MV 啊，通缉犯抓着罚5箍，收5角。意思讲，你拢无咧写诗啊？你家己做的，我合成照片啊，新色安尼。无，我袂当啊。而且搁咱听我唱歌吼，但是讲咱像无声音呢。OK。
听看卖啊吼，听看卖。你是要飞多远？你爱搁飞多远？我有等了足久，足久。细汉唱我心头，大汉仔的唱走调，亲像无收的野鸟，茫茫渺渺，随风飘。爱着青春，离开甲远，愈飞愈远，愈飞愈远。敢知人的目屎因人酸，夜夜含眠，叫伊紧落来。想，不通互伊等甲你讨心，看无你的手。细汉唱我心头，大汉仔的唱走调，亲像无收的野鸟，茫茫渺渺，随风飘。你是要飞多远？你爱搁飞多真多声，真多声吼！敢好听？会听我唱的？那无啥声。无啥唱的，听我的声甲，听我唱歌甲读我的诗，绝对无互甲我人斗做伙。斗袂去啊，绝对斗袂去啊。毋知是迄问题咧请教。是。那等下吼，爱来合照一张。哦，较大合照来。哎，画面不见了。嘿，我安尼无要紧。我想讲。我毋知什么问题要来请教。我想要听雅安的，啊你安尼，哦对下晡看我安尼，哦，要采访我，采访我安尼，啊你搁听我的台语诗安尼落来，我想要听你的心情安尼。你台语这个讲，你爱规专电话讲台语哦。我的心情哦，哎呦，足沉重的。毋知要安怎讲。
听听讲。我感觉，就是我平时看的册拢是，就是嘿，我最少看台语诗的，所以我感觉老师伫作家的即个世界内底是一个最特别的存在。嘛今仔看你的作品，然后听你讲一下了，我家己嘛会对台语诗的即个作品有一寡兴趣，会想要看搁较济。好，欢迎欢迎从咱以后会当来写台语诗啊，看是台语文就好啊，无一定爱台语诗吼，台语文哎。台语讲到遮吼，咧写会特别较紧，较顺手安尼。是，敢讲有人咧讲一个，无我要点名。真的。自首。虽然讲我甲柯老师熟悉一段时间啦吼，但是我家己搁头第一届听伊课，听伊介绍，我感觉真感动，因为安怎呢？因为吼，伊的即个诗内底是有画面的。好。柯老师，我台语讲无啥好，歹势。即个柯老师吼，伊的即个算讲，伊每一首诗我感觉拢有画面，都有一个画面。伊是先有一个构想，他先有一个构图，然后呢才形成他的文字。所以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歹势我台语听无啥人讲。对啊，讲遮好。所以我真钦佩。真钦佩，确实是真无简单，谢谢。是啊，我有时候去艺术家因兜吼，拢需要泡茶，因人常拢泡茶请愿安尼，反正咧讲着文较即块，讲着文啊即个较少，伊真难听哦，伫园林伫园林过来，听我安尼，你咱来个解说，小哥我家己的诗安尼吼是。来，我要来问我的得意门生雅文吼，雅文。像雅文，你迄阵咧上我的课，到即摆听我咧讲诗这种解说，你甲对这种咱无一定讲台语诗，因为你较早也写华语诗，对这种的经验，就是迄阵你咧上课，甲即摆的解说，我讲伫解说过，你会感觉讲，台语诗甲华语诗。差别伫咧倒一啦？开始你今仔日听我咧讲，你有啥物感想？我感觉，今日听郭老师唱歌，我感觉郭老师真足有才华的，毋但会晓写诗，佫会晓唱歌，真正敢会使考虑出唱片哦。然后就是我对郭老师，就是迄阵上台语课嘛，我感觉我得到。我感觉我有进步，感觉家己感觉着进步足济，就是讲我足感谢郭老师，就是因为我自开始我是先写华语，甲伊硬翻做台语，所以我家己嘛毋知影讲到底好还是歹。毋过就是因为老师伊就是甲我教讲，其实写台语诗嘛是足注重迄。艺术的，就是讲爱有一寡修饰，其实甲华语是共款的艺术。我咧常常仔想讲，就是常常仔变巧啦，就想讲，感觉是安尼，毋是讲遮尔直接，因为我感觉我以前写的诗伤过直接，就是无迄种美感，就是我感觉是较粗对。讲就是实在郭老师了，我感觉手路会常常变较幼，而且就是。诗内底嘛会使放较侪人情味，就是看到老师即本册，我感觉受得到的毋若是台语啦，佫有艺术啦，还是讲修饰，我感觉拢会使互初学台语的人拢会使学到真侪物件。感谢大家。真感谢吼，这内举不避亲啊！伊拢讲五路的啊，咱感觉有人咧发表，
讲有啥物种，我是要听瑞敦的。因为瑞敦吼，伊讲吼，我也去当咧伫伊泡的，普罗级的咖啡的时阵，伊讲伊看小说看啥物，是，伊讲看无啥，可以讲较无迄兴趣看。你今仔听我安尼第一诗啊，毋知你对诗有啥物改观无安我讲台语国语好了啦，虽然我是闽南语的小孩。柯老师，常常来我家，但是我很少听到他讲这么多话，因为他都在我家喝咖啡之后就去外面抽烟了。我想老师的诗作相当有疗愈啊，因为基本上不管是写外公啊、写妈妈啊，刚刚唱的歌啊，都有感动到我。哦，我就觉得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两个人，根本就是人格分裂嘛。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几乎都没有讲过，就我们就是来我家喝咖啡啊，我就跟学员在聊天啊，他就划他的手机，不知道干什么啊，就没多久就好像烟瘾很重，就出去可能我在猜，可能至少抽过半包啦。总共假如来2个小时，可能是抽个半包，我大概都几乎没有见到人，要不然就进来就是滑手机啊。我刚刚在听老师在这2个小时的当中，我觉得还是真的有感受到，因为闽南语也是我们的母语嘛。那前一阵子我太太他们国中老师也有在学闽南，但是她应该也是半途而废，因为她本来要考中级的闽南语的师资，没有，她就放弃了，不准备了。虽然她也是念国文系的，但是她想说她大概没有慧根啊，没有慧根。我们一直在看台语，就是台语一直是我的母语，我教我的小孩要会念，但是基本上。我们都看不懂现在的字，就好像有点像是明明就会讲台语，为什么是台语的文盲？这个是我觉得一直很 confused， 就是很困惑。尤其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我也是很 confused， 在这个当中，虽然国家政府一直在推广闽南语的，不管是我在猜，应该也很难成为未来台湾人。真正在议会里面有办法执行的一个语言，因为讲难一点，国语还是比较有可能是统一的语，大家在讲。但是我觉得推广闽南语的写作还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这个毕竟是绝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闽南人这一块，还是必须要让它扎根，即使他可能要花400年，也许还要再花个400年，还是要得必须往下扎根，但是它还是。很困难的路啊，是啊，一雄。是啊哈，我去对顿遐吼，就是咖啡啊，爱啉啊啦，搁出来食一粒，分好起来。所以我到对顿哦，讲的话吼，你几句？较少咧讲话，我拢听啦，我拢听济安尼吼。假是伊问啥，我回答啥。大部分时间，所以我就是要听我讲。伊对我即摆我讲2点钟了时，伊的心境是安尼讲，原来互伊安尼，这甲我讲安尼哦，原来是这甲我负的啦。是啊，我想要请教咱这位杨大哥吼，你今仔日听啊，你台语听我讲有遮台语诗吼，我知你有啥物感想吼？因为是你种的。我讲几句话。啊！拄仔即位先生，生伫台湾，活伫台湾，自认台语是母语，结果一句都袂晓讲。讲无几句，无几句。我即句甲你问落，你才开始讲台语，你毋是袂晓讲，你是毋愿意讲。毋是袂溜啦，袂认得袂。啊！我即摆甲你讲落吼，你就会认得啦。哦。安尼无？对啊。就是讲，我完全用台语为基础。来甲你对话，你就是引出你讲台语的意愿。嘿，对，哦，这水的，嘿。啊，搁来，较早
我袂晓写作文，作文吼，国语叫作文，对无？啊，若是英语的，英语讲作文，我哪讲？袂记我袂通，恁这大学生啊。大家拢读大学的嘛，谁袂晓？读大学拢袂晓。作文的，英语啊来，我跟咱讲 composition。哦，composition。绘画啦，哦，绘画。较早，我咧读书的时，有一个囡仔，讲伊真可怜，伊吼作文袂晓写，啊考试的时吼，就要留汗，作文写袂出来，啊伊转去甲因老爸讲，我袂晓写作文，因哪有像弟弟堂弟，遐老写，因为吼堂弟吼阿叔吼咧做大学教授，啊咧教学生，对无？啊作文就真老写，啊阮的老爸是咧做田队咧做田安尼啊，啊这作文啊写会水，所以我作文袂晓是生成的，吼。啊因老爸尾仔就去找因兄弟，就是即个教授咯，讲孙仔作文写袂出来要安怎？这阿叔就讲，咱孙仔带来住我遐，住了3个月，去了第一天就叫伊写讲作文我的父亲，互伊去配音。台阮老师你讲的哦，写文章是咧配的哦，是配比赛对无？这个囡仔就可以写讲我的父亲，写讲我的父亲叫做什么名字哦。他是一个农夫，每天都在田里头工作。今天是如此，明天是如此，后天是如此，都是如此。这是我的父亲，对不？这第一篇就写出来咯。啊，过第二天呢，因阿叔就叫伊讲新的题目。今天的题目作文题目是什么？作文对象是啥物？对不？讲台语要讲国语台语，我拢国语就对啦。今天的作文的题目是啥物？我的父亲，搁在我的父亲，叫伊搁写，再几声害咯。讲的诚简单，昨昏才写就行。啊，今日要哪写？配袂出来了，对吧？要想象就讲，我的父亲是教授，对不对？我的父亲是教授，就开始写，伊那些改讲，安尼就对啊啦。练出来。第三天，这我作文的地方一定会改了，对不？我想第三天又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这飞行员，对不？啊，这作文是怎样写的，对不？今日你要带这少年的囡仔，第一就可以讲，我是在教你作诗，在教你在作文，安尼对不？安尼时吼，思考的范围就无限的飞翔，对不对？无限的飞扬，这样才会好写啊。所以我讲吼，你讲一届，他拄我迄内容，你讲一届，你讲。台语讲啊最好个啦，其实吼一定好势，是你无感觉。台语我会晓讲啦，只是讲要讲几场，规拍的较难。那个作文就是我即句要讲几句话，是要讲什么话，安尼对无？你一定会晓讲的，就是给你一份作文的意思。谢谢。这兄讲吼，老兄讲吼，伊种教法啥个，嘛是我一种启示哦。伊讲教诗人共款嘛，相像啦。是题目出来，你要用倒一款角度去写。我从就知影教，你若要写一丛树啊，青仔来讲吼，你要用我是人去看这个青仔的角度去写。我所看就是即丛树，即丛青仔，即丛树仔的外观安尼尔。假使我是用，就是即丛青仔，即丛树仔的角度咧写的时，我看是我身躯边的装饰。我用第一人称，我就是安尼。啊，我也总是用即丛树仔边仔一支草仔的角度咧写即丛树仔，因为树仔比我较济岁啦，即丛树仔可能活过1000吨啊。咱仔讲1000吨，100吨啊！我即支草仔犯做起出来1礼拜尔。你1礼拜我要安怎去写100吨伊个故事？配就对了，就开始配，就看讲伊个想象力。伊有可能是伊会照啥物？因为我是一支草仔嘛，一定有人行过讲话嘛。
会定去上啊，有招我过来，即个景投起来了后，就知讲，伊即段树啊，伊到底伊的一生是安怎过的？啊，当然就是想象咱去用。想象都每一个角度切起来，笑话都无共款。啊，就像讲我的父亲，第一工写，第二工写，第三工写无共。安尼投，即摆是种训练足好的一个方法。真正多谢，真多谢老大哥安尼。OK， 批主席，有要讲两句无？好，讲两句吼，讲两句安尼。大家好，我今日看到这条诗人关老师的分享，我感觉足大的欣慰啦吼，欣慰台语我就袂晓讲啦吼。安慰着哦，安慰就是讲在座有遐尼少年的查某囡仔，投入这个写台湾诗的部分，这是我家己是做袂到，我都坐我头车嘛吼，我是爬袂着啊。因为我是乌汉子，阮爸爸是正老兵，阮妈妈是在地人。但是我要足要甲大老师反驳的一个就是讲，诗人拢是骗人的，无影。我要反驳吼，诗人是有血有泪才写得出来。因为我有熟悉一个诗人老师，伊嘛叫我写一首诗，但是我即摆真正思念咱就是伊，因为伊就是用伊所有的爱心写出来。所以我也听了有两个感动，一个就是看到少年仔，搁一个就是关老师歹势吼，我要甲你反驳，就是讲诗人写出来的是，他或许有些是为了情境来描述，让我们更感动。但是在座我想，咱若听到关老师在唱歌，咱敢会互伊感觉讲，伊是咧呸，无吧？谢谢。真正吼，秘书是安尼，真正甲我突破安尼。我原则是讲，都安尼转就好啊，伊就甲我突破这个家规啊。确实啦，你写的当下是真正有花有目屎。当写了是讲就当做一个笑谈，了番目屎。明明目屎就是一种足悲伤的代志，我就是嘛讲爱用一种较笑话的方式，较袂真正拢全部感染起来，大家足悲伤啊！秘书真厉害一声就甲我突破我的家规啊安尼。好，安尼今仔日差不多啊时间安尼感谢大家，加连连谢谢。结尾一个。搁结尾哦，结尾是大家合照一下呢吼。好啊。老师你去迄边。我坐车。你同乡爱来。同乡。今日我来。